来看讲，嘉义大学甲晋南宫顶油灯合作，头摆要办家长的文化课程，带学生认捌嘉义地区家长区的历史、学家长的定法甲脚步，就是希望讲有更较侪人来了解家长这个信仰的价值甲社会意义。顶油灯的宣布会认真的来教大学生每一个动作。嘉义大学头摆开办家长文化课程。带大学生来庙口学习家长的定法甲脚步。大学生来学这边，我讲其实算一个最好把家长文化再推广出去。目前大家的部分拢是以上基础的第一，落路，因为家长你不管要创啥，拢爱落路。啊，第二个就是三粒，人讲基本步了三粒。经过2个多月的课程，嘉义大学嘛甲晋南宫顶油灯举办家长文化的成果发表，拢总有附加地区20位学生参与。学生们也展现合适的成果，嘛互因体验家长出军的过程。修考读卡本正想讲介简单，结果无练到尾啊，嘛是感觉讲上基本的，结果是上困难的啊。一般大学生其实也很少会接触到这些像宗教文化之类的东西啊。能够有家将课程的话，我觉得多少也可以翻转一些年轻人对于家将的偏见。这样，嘉义市是算家长文化正盛行的所在啦吼，啊过去叫做家长区啊，所以讲用一个较完整的课程，会当予学生啊，学习会当较深入的、较完整的。顶油灯表示，家长是历史甲宗教艺术的无形文化资产，不过却因为一寡社会事件来受到误解。即个配合大学来开课，除了希望传承文化，嘛希望透过体验的过程，让更较侪人来了解家长背后的信仰价值甲社会意义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